诗篇37篇，我来念，请大家仔细的来听来看。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干。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魔成就的心怀不平。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还有片时，恶人要归于无有，你就是细查他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恶人设谋害义人，又向他咬牙。主要笑他，因见他受罚的日子将要来到。恶人已经弓上弦，刀出鞘，要打倒困苦穷乏的人，要杀害行动正直的人。他们的刀必刺入自己的心，他们的弓必被折断。一个义人所有的虽少，虽过许多恶人的富余，因为恶人的膀臂必被折断，但耶和华是扶持义人。耶和华知道完全人的日子，他们的产业要存到永远。他们在极难的时候不致羞愧，在饥荒的日子必得饱足。恶人却要灭亡，耶和华的仇敌要像羊羔的子油，他们要消灭，要如烟消灭。恶人借贷而不偿还，义人却恩待人，并且施舍。蒙耶和华赐福的必承受地土，被他咒诅的必被剪除。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足，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欢。他虽失脚，也不致全身扑倒，因为耶和华用手搀扶他。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且未见过一人被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他终日恩待人，借给人，他的后裔也蒙福。你当离恶行善，就可永远安居。因为耶和华喜爱公平，不撇弃他的圣名，他们永蒙保佑。但恶人的后裔必被剪除，义人必承受土地，永居其上。义人的口谈论智慧，他的舌头讲说公平。上帝的律法在他心里，他的脚总不滑跌。恶人窥探义人，想要杀他，耶和华必不撇他在恶人手中。当审判的时候，也不定他的罪。你当等候耶和华，遵守他的道，他就裁举你，使你承受地土。恶人被剪除的时候，你必看见。我见过恶人大有势力，好像一棵青翠树在本土生发，有人从那里经过不了，他没有了。我也寻找他，却寻不着。你要仔细查那完全人，观看那正直人，因为和平人有好结局。至于犯法的人，必一同灭绝，恶人终必剪除。但义人得救是由于耶和华，他在患难时做他们的营寨。耶和华帮助他们，解救他们，他解救他们脱离恶人，把他们救出来，因为他们投靠他。神的话语读到这儿，今天黄牧师所要讲的是善恶有报，善恶有报。把时间交给黄牧师。所以大家平安。平安。新年大家都很忙，会吗？忙着休息、睡觉，
哦，玩了哦 ，OK， 好，很好，这样吃喝玩乐嘛，应该把新年来难得机会有1周的时间让你们可以去看看家人啊，找找朋友啊，这样好，这样请问在新年的时候，因为在年初一有跟大家分享，就是鼓励大家在新年开始的时候，你们可以去做一些行善。你们在新年期间有没有去行善？做善事，有吗？有没有做善事？好，没关系OK， 好，做善事很多方式因为我说我们既然的领受那么多的祝福，我们也要将我们所领受到的祝福，我们祝福别人这样所以这也是行善之一好，没关系，我们继续的，还有300多天的可以去继续的行善。好，这样今天我要讲的这个信息是想问大家，请问你们当中谁是相信善有善报的？你们有谁相信 ？OK， 1、2、3、4、5位，好，相信6位，OK。有谁相信说恶有恶报的？1、2、3、4、5、6、7，恶有恶报比较多，所以你们的经历应该是很坎坷，还是有因为你们可能受到很多打压，有欺负，所以你们恶有一定有恶报了，但是你也看见过好，还是你们相信说善有善报，恶有报，若是未报，时辰未到？你们相信这个吗？相信吗？相信好，所以3个都相信吗？还是只相信其中一个？都相信。3个都相信的举手看一下。1、2、3、4、5位，其他的呢？你们相信哪一个比较多？恶有恶报。OK， 恶有恶报好，有机会我先听你讲一下为什么会有你相信恶有恶报？没有善有善报，很有趣。对，我觉得真的每个人确实你很难去有一个标准是不是真的是哪一个是真实是非常真的？因为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生活里面你会有不同的经历，不同的看见，所以你对这3个不同的那个想法也有不一样这是肯定的所以在我们当中所问一问之后，我相信大家都有不同对这个的认识好，我们如果看诗篇第37篇，如果你注意看，如果你看希伯来文的圣经的时候，你发现到这个诗篇很特别。这诗篇是用希伯来文的字母所写成的，就是我们有英文字母是什么 A B C D E F G， 它就是用希伯来文的字母来写成一首的诗篇，所以这首诗篇非常的特别。而这首诗篇如果你念完的话，我相信你们很少会在崇拜里面念1篇的诗篇一天一群早晨念了1整天我就给你们去念完它整篇的诗篇，让我们看见37篇它其实是一篇很优美的人生智慧的诗篇。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因为在社青在12月份的时候，曾经有人分享过，你们有看过这一篇分成3篇，你们还记得吗？有不同的人来分享我想一整天，我今天一整天全部来给大家分享他的教导。你在看的时候，你慢慢读的时候，你发现就是说，这一篇的诗篇，它好像为什么？好像一位很有智慧的一个长者，好像一个老师这样，他就好像他经历过了很多人世间，也看透了人世间的恩恩怨怨，或者是说你的红尘往事，然后他也顿悟了一些因果循环的一些的道理，那些很有智慧的长者在给予我们教导。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看这个时候，因为当你有人生不同的经历的时候，当你的人在生活中不断的去面对许多挑战的时候，当你每次去读这篇诗篇，我相信会带给不同的感受我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当我们在进入到诗篇37篇的时候，我们要先看，就是说，在根据这个诗篇37篇里面，我们不是看到有两个很主要的主角在出现，一个是叫恶人，对吧？另外一位是什么？义人的所谓的那个标准，跟他的所谓的一个所谓的概念是怎么样？我不晓得你们认为义人的概念是怎么样？
再根据诗篇37篇，当然如果你从整本圣经看又不一样，对吗？有更多，但是我不要太广义哦，让你们看。我先让你们看一下，就是诗篇37篇，从你1到40节，你看之后，你归纳起来，艺人一些的标准的那个基本的标准概念是什么？有吗？谦卑，谦卑很好，还有呢？施舍很好，还有呢？还有吗？你们有圣经吗？可以看圣经。荧幕没有的，荧幕没东西，可以看圣经。还有什么？正直和平。正直和平，还有呢？行善，行善，还有呢？谈论智慧。谈论智慧，很好，还有吗？遵守耶和华的道，遵守耶和华的道，很好，好 ，OK， 非常好，好 ，OK， 6分是不用盖起来啊，不用盖起来啊。在这个诗篇37篇里面，我们看到就是从第3到第4节，他说依靠耶和华行善，以耶和华为乐，这个是一个善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标准跟概念。怎么来？我们才念啊，1、2、3，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好，依靠耶和华行善，以耶和华为乐。然后第二是什么？第二个是将事情交托给他，耐心等候他的作为。好，来，我们前面1、2、3。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所以这基本是两个概念的标准哦，在诗篇37篇里面有看到的。好，你们都记得吗？等下我会考大家一下哦，我下次再回来问你们一下。好，第3，他给我们什么呢？就是诗篇第37篇21节告诉我们，来，恩待人跟乐于施舍。来，1、2、3。恶人借贷而不偿还，义人却恩待人，并且施舍。好，这义人是什么呀？他会恩待人，而且会什么乐于施舍给那个别人。然后第4，谈论智慧，讲述公平，神的律法在他的心里面。来，在30到31节，1、2、3，义人的口谈论智慧，他的舌头讲说公平。神的律法在他心里，他的脚总不滑跌。很好，非常好。所以义人的基本的标准的概念是什么？来，第一个，行善，乐于行善。还有交托耶和华，依靠他。没有？还有一个，还有什么？恩待人，不是乐于施舍。不是，以耶和华为乐，好吗？行善，以耶和华为乐，好吗？第二个是什么？事情交托他，耐心等候他的作为。好，第3个是什么？恩待人，乐于施舍。还有第4个，怎么上花了？你们还是在新年的气氛里面，是不是？等一下我们要去社青跟梦甲教会什么团圆的，我们要所以在那个氛围里面，是不是？啊，是什么？第4是什么？谈论智慧，舌头讲公平。还有呢？还有一个律法存在他心里。是的，非常好。哦，我相信我们讲道的时候，就是通常我们一些专家哦，他们说讲的人会知道很多，听的人呢，如果你没有写的话，你记得的只有50%；如果你有写下来，可能有70%。但是你如果能够说不看就讲出来的，至少有90%，哦，这样的一个，我希望我有看到你们大家都好像很记得也有写，我想应该是90%那些人就是这4个。好，这样我们又回来问一个问题：现今社会跟世界究竟是义人比较多还是恶人比较多？一半一半。好，师傅说一半一半，还有什么呢？义人比较多，很好。还有呢？但是恶人比较多。如果根据这个要求来讲，根据这个要求标准来看的话，谁义人比较多还是恶人比较多？什么？
OK， 你饿的比较多啊，所以饿的比较多。好 ，OK， 是的。所以有时候可能有的一人比较多，有的人有些是一半一半，有些是可能二人比较多哈。我在我的人生的历练里面呢，我感受到是好像几乎好像二人比较多一点点哦，这样哦是啊。比如说你是一个工作者，对吗？工作者，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你呢，就是在公司里面你很尽忠职守，对吗？你真的是几乎说在公司里面，老板没有到，你都先比老板早到，有没有你们？不会，是老板先到，你才到是。那有些人他们真的是比老板先到，然后也在开始工作，然后晚上老板离开了，他都还没离开，不但还没离开哦，他11点半做完的时候，凌晨1点回到家里，也将他的工作带回家里做，然后呢也帮公司可能赚了不少的钱，但是就是因为他不会拍马屁，他在中职啊，然后他呢反而这个升职的机会少了，然后加薪的机会呢比别人更少。反正他看到他的一些同事，可能说没有他那么的勤劳，然后在那边就说，哎，这个老板啊很会说话，然后很会拍他马屁，然后很会说怎么去称赞他，然后还很会怎么样，在老板面前做什么打小报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历过。我们在职场上就看到不少的人是这样，对吗？哎，老板跟你说那个伟康啊，什么样，就是打一些小报告这样。反而你看到说，哎，这些人做一些事情竟然会说升官发财，反正说他升得比较快，可能做了主管，做了经理，而我呢还是做一个小职员。你心里面会不会说很不舒服？会说哎不高兴，怎么会有这些人反而会比我们更好？或者是说另外一个。为何做出许多伤天害理、作恶多端的人可以享受荣华富贵？有没有看过这些人？你们？什么人？黑心商人非常好，对哦，比如说漏税逃税的人，对不对？有没有这样就是去做很多件事情，反正不交很多税了，就很多钱，或者是我们所讲的黑心商人，对不对？我可以谈一个生意，然后在台底下给你一些钱，对吗？我想很容易嘛，对不对？很容易台湾的最流行的之前啊，听说之前流行什么送什么茶叶给你们，有没有？就是最近不是有发生过吗？说什么那个一个建筑案，对不对？说什么插型的，就是送了很多那个什么茶叶嘛，或者说送那个行李箱，说以后你要收到茶叶盒的时候，跟你收到行李箱的时候要小心，知道吗？它里面是什么？就是茶叶还是什么，对不对我们都知道那些都是贿赂的钱，对。那可能因为这样，他反而说，他们可以享受到更多的荣华富贵，而我们不做这一些的所谓的义人或者是说我们好人，我们反而就是说，比他们没有那么多的钱，没有可以赚那么多的钱。是啊，刚才一直所讲的，黑心商人真的是赚钱很多，为什么呢？你知道很有名的 N 字头的素食店，他们之前曾经说，当然他们否认了被发现了，就是说那些牛肉，你知道加了什么加工的牛肉，知道吗？牛肉汉堡包里面有没有是汉堡？有那个牛肉里面的牛肉，他们是用什么碎肉啊，什么可能不是好的肉，然后又加了很多什么工业的那个配料在里面去，所以吃得津津有味。说被发现了，就否认。但是在英国那个一个很有名的厨师 Orville， 你们不知道有没有认识他？他就揭发了这样一个事情，这样对。如果真的是有这么多黑心，还是很有赚钱，对不对？因为我用一块好的上乘的牛肉给你吃呢，我可能赚的利润比较少。但是我只要买一些比较不好的，说病死猪啦，或者说加些什么化学的原料给你们去吃，我可以赚的，对不对？价格一样，但是我本钱低所以我赚很多钱。所以你说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对不对？我们呢就好像怎么样？这个图画会非常特别。我们呢可能就好像老老实实的人，那好好去做生意的，我们就可能像他这样，每次推的车不是那什么后头慢点。可是那些所谓的做多端的人们，就是推一个什么好的食品，自己去享受。所以，请问哪里有公平？哪里有这个天理？为什么好人就被人家欺负？
为什么就要被人家去打压？然后就要说好像说没有办法那种赚很多钱这样，没有办法好像说比他们享受更多的荣华富贵。如果现在遇到这样事情怎么办？遇到这些怎么办？如果你遇到了你是其中的人，你看到一些人做的什么很多伤害的事情，好像做了什么做的事情，你要怎么办？默默忍受，是不是？你会怎么办？如果啦，你们没有遇过，是不是？没有看过这个人，对不对？有没有看过这个人？还没遇过这个人，对不对？有哦，那怎么办？对，告上帝告状，对，告状哦，很好哦，对，以家所跟上帝告状 ，OK， 好。除了在告状，可以跟人告状嘛，对不对？好了，我看到这个人，我会怎么样？我去跟怎么样？我就会怎么做？第一个是怎么样？以眼还眼。以眼还眼，什么？以牙还牙，对不对？你们看过那个日本剧有没有？有没有？双倍不还呀，对不对？那以前我很流行，每个人都是跟我讲这句话，喜欢跟我讲，做那个样子出来。这个演员哦 ，OK。我们是不是说，既然你这样对我，对不对？好，我也这样对你啊。那大家彼此来看谁做的更什么，更就是说更狠，看看谁做的最凶。既然你这样对我，就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圣经也教嘛，是不是？圣经也有讲过这些话嘛，对不对？所以我就这样做吗？有些人可能是有这种方式，对吗？我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然后呢，另外一些做法是什么呢？一些做法是什么？一些做法就是说，好了，哎呀，反正就是多我一个也不多，少我一个也不少，我们就一起做。有没有看到这个人？你反正大家都在做嘛，对不对？你要说什么修改文件，然后骗什么钱那些，不是只有一个人做啊。几乎我整个公司里面，大家都同流合污啊。多我一个也不多，对不对？只要我不讲我是基督徒就好了，对不对？没人知道嘛，对不对？就一起做啊。我以前工作的时候也曾经就说可能说在花天酒地方面，我说我不讲我是基督徒，我可以跟他们一起去花天酒地啊，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对不对？还是说不择手段？因为这个就是社会嘛，适者生存，对不对？我就是说，又不择手段，没有手段的话就没有办法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所以呢，我比他们更狠，我做的比他们更凶。不是你死就我，公司没有两个人的，一山不如长二虎。有没有这样的心态过？没有哦，这样很好哦 ，OK 好。这样你们遇到的人真的是很好，怎么我遇到的好像都不是那么好的？OK 好，或者这是第二个方法。第三个方法好像说 OK， 这个不行，那不行好。第三个方法好像说你这样讲的，是不是我们说可以去告状，通过法律的途径去争取所谓的公平正义，可以吗？可以吗？应该可以，有时候有钱的人的对，不要以为说法律我很好，我们去什么安宁叮咚，要安宁一下，我们就得到我们的公平正义。我告诉你，如果你真是在接触多一点的那个社会面的时候、层面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法律是什么？法律是给那些有钱人来去使用的，法律是给那些有钱人去欺压穷人的，不是完全是这样哦，对不起，因为我当初没有律师啊。OK， 律师问题，因为我很多朋友都是律师，他可以黑讲成什么？白的那个是好的律师，对不对？然后讲白的讲成黑，对不对？明明他就是可能就是什么强奸犯，明明他就是什么杀人犯，但是他也请了很有名的律师帮他去打官司，所以呢，他从什么原本是这样的变成没有罪，当庭释放，有没有看过？有。所以法律是不是是用这个途径我们可以去争取？可是有时候我们发现，往往法律是给那些有钱人去使用的。被那些可能很有富有的人来去洗脱这些罪名的，可能让自己让那些去欺负这些所谓的穷人、平民百姓的，这样怎么办？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又不是那么好。
然后是同流合污，然后一起的就用不择手段，也不是那么好。现在通过法律，也不是那么说，好像几乎可以争取到公平正义。最后一个是什么？可以来做什么？如果你面对到这样的情况呢，你还可以做什么？最后的祷告，哦，好属灵啊！我给你们讲，对，是，对，使用暴力解决问题。因为我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对不对？找法律也没有办法去协助帮助你们吧。最后是不是用法律来解决问题？用暴力解决问题。所以在看到世界上为什么很多人就是出来，为什么要有示威，要有争取很多东西，然后来抗议等等东西，就是说可能用暴力来去争取。可是最终暴力真的是我们看到的时候革命。确实可能争取到某些层面上的一个他们要的东西，对吗？革命。但是我们去看很多其他的事件上，如果真的使用暴力的话，真的是完全解决到问题吗？真的可以完全解决到问题吗？可能会让那些问题恶性循环，对不对？你打我，我打你哦，就是越来越打越厉害，就是这样。而且圣经也是讲说，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所以你看，在我们的这个人生的过程当中，有时候我觉得，有时候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为什么会有时候真的很不知道怎么在社会上，在这个所谓的我们的这个世界上去生活，去面对我们的那个事业，面对我们的那个生活，因为我们有时候还会拉扯，跟我们的信仰来拉扯，因为在社会里面不是那么多基督徒。对吗？你公司里面，现在公司工作的地方，我相信应该是100个里面没有50个是基督徒吧？有10个已经是很感人的，对不对？因为他就有2、3个是吗？什么姐是吗？对。霞姐对吗？是。除了来教会啦，教会才有说比较多基督徒。可是我们是每天都生活在社会上外面呢，我们要面对不同的人啊，我们怎么办好？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生活怎么对话？我们的信仰怎么落实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这是真的很考验我们基督徒。而且特别是有不同的经历的时候，你就会有说，3恶有3报吗？我这么好对人，反而给人家害。恶有2报吗？恶有2报，这么多的恶人怎么没有被看到他们受到报应？最后自我安慰，因为他们自身为好。是这样的基督徒吗？我们基督徒是这样的吗？阿 Q 精神吗？好 ，OK， 好，这么回来圣经怎么看，好不好？诗篇34篇。好，他就回到我们当中，我们来看一个圣经的教导。他说圣经教导我们什么？第1、第7、第8节，他说来1、2、3。圣经先开始的时候，他先告诉我们，calm down， 安静下来，不要太过容易被人家激怒。如果你看圣经这个所谓的心怀不平，如果他们翻译的话，有的人说不要被激怒的意思。当你真的是信的时候，不要那么快被激怒，也不要那么快的就是说是就妒忌那些人，不要那么快。慢慢来，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当你心怀不平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作恶。很多我们杀人的事件，就是因为一时的怒气，我去杀那个人。我的前女朋友跟一个男生在一起，哇，我哪里心里很不爽啊！我拿一把刀去捅死他，你看过？然后有个很有名的那个，就是说可能为了，就是说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有时候杀人会杀一个人，是因为一时的什么冲动。所以他说圣教，我说Steady，冷静一点，不要那么快
被记录起来，也不要那么快就妒忌这些人。然后他讲什么呢？圣经有另外一讲吗？生气却不要什么？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真的，这句话也时常要记起来哦。生气哦，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不要含怒到日落哦。所以有时候我也跟我的太太开玩笑，也不是开玩笑，也是我们一个彼此情绪沟通的一个过程，就是说，如果我们吵架的时候哦，我们看到日落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些圣经节啊，不可含怒到日落啊，所以你要生气到日落就好了嘛，晚上就不要再怒了，这样，就是用我们自然用圣经节来去彼此的勉励，哦，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有时候你跟你的男女朋友啊，可以用。你就是细查他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他们的刀必刺入自己的心，他们的弓必被折断，因为恶人的膀臂必被折断，但耶和华是扶持义人。好，你读了这段经文之后，你有心里要什么感想？对于恶人的那个结果，你有什么感想？从这段经文里面，这几节经文里面，你会有什么一些感触和感想？我不被恶人，我不妒忌他，也不会容易被他激怒，是因为什么？因为恶人会怎么样？归于无有嘛。还有呢？他会被折断嘛，对不对？哦，然后呢？很惨，对。还有呢？讲多一点啊。被剪除。被剪除，还有呢？被割下。被什么割下？如草会被。如草被割下。OK， 剪除一样嘛，意思这样。OK， 还有呢？心被刀刺。心被刀刺下去，对不对？好。所以如果你有看到后面恶人的结果，你心里面会不会舒服一点？当你到了被恶人欺负的时候，有没有一点？对不对？呀，我不是上次跟你讲过吗？哇，那个谁得罪我，看他很不高兴啊，就好他触门被车撞，然后真的一触门就被车撞了，心里会高兴吗？不会啊，那怎么那么准啊？吓死了！上帝听我祷告的。OK， 这开玩笑了 OK， 所以我们心里面说，这个恶人真的最后，原来告诉我，圣经告诉我们说，原来他们的结果是这样。所以至少我觉得，在圣经当中读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一点的安慰，跟感到一点的舒服。所以我们知道，原来恶人的后果是这样。看不到恶人得到报应，因时辰未到。可是我们又看到我们现实的一面。当你真的有忍受到被恶人欺负的时候，你会说怎么那个恶人还没有死啊？怎么那个恶人没有得到的报应啊？有时候我们有这样的讲，圣经不是讲吗？刚才不是告诉我吗？恶人不是有什么报，被剪除，可能被割下，又怎么样，被折断，又怎么样？可是没有啊，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看到恶人得到他的报应啊，怎么办呢？这里讲的是假的吗？是不是你想的话是假的，只是说安慰人的话而已，是吗？你要面对一个问题啊，会有人问你的时候，你可以问你圣经不是这样讲吗？我就看到恶人被报啊，所以你怎么回答他呢？快要 OK， 因为时辰没到，打给你因为他时辰没到，快要对家人讲，对讲。你有看过我也看韩剧的我也追韩剧的不是现在比较少追的OK 啊。过去我看过韩剧，你有看过这个韩剧吗？大长今。有OK， 有怎么我有看OK 好，大长今这个故事稍微讲一下大长今他小的时候，他的母亲呢是个很有名蛮特色的一个女生然后呢他呢就被他的朋友来去控告他，然后要去最后呢他就被杀了。被杀了死了之后，因为大长今那时候还小，那就被征召进入到那个王宫里面去。然后呢，他在王宫里面，他就慢慢的长大了就长大这样OK。可是，在长大之后，他也因为很有才华，他在王宫里面很出色然后就受到身边的人的那个妒忌然后就说要去陷害他。
最后他真的被他的那个宫廷里面的人被陷害了，而且有一些以前他的妈妈害他妈妈的那个什么上宫娘娘也在里面，也害他了哦，使他最后呢被迫离开这个王宫，然后离开王宫之后，大长今就怎么样呢？他是不是就垂头丧气，就说哎呀算了吧，这个世界没有明天了？没有。他这个大长今反而他会说，哎，我现在出来之后，我是不是有因为他的烹饪很厉害，他烹饪他说我就是在学一些医术，会对我的烹饪更有帮助，就结合那个医学去煮更好的材料给那个皇帝吃，还是给那些皇宫里面的人吃。在这他最后他成功的学了一些医术，然后他再一次又进入到宫里面去。他就慢慢的最后得到皇帝的那种青睐喜爱，还有其他人的喜欢，他就很有机会可以报仇，可以将所有的人去杀掉，就是将以前害他的那些的人全部杀掉。可是我看到这个大长今他没有这么做，他没有说去用这样的方式去杀他。虽然他没那么做，可是我们看到整个剧情的发展里面。就是说，这些恶人最后真的得到那个报应跟应该有的惩罚。所以我相信，就是说，当大长今他这个被害恶人陷害之后，被踢出了王宫的时候，我相信他心里面可能有这么想法：哎，怎么这些恶人都还没有受到报应呢？而我反而会受到那个被踢出王宫的那个不好的那个情形。他可能会这么想，我相信就是说，当我们看了整个那个影集里面，我觉得就是说，确实，即使恶人最终还是会得到他的报应，可能那个时辰还没有到而已。这个是我们看到一个戏剧里面看到的哦。当然，我们从圣经里面也可以再举一些例子给大家知道看见。所以，遭受各种不公平对待、面对愤愤不平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人还是有情感的人，我们人还是生活在现实的人，我们不是圣人，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凡人，我们是俗人，我们都有那种感受，对吧？情绪。所以，当我们忍受到不公平对待的时候，我们会愤愤不平事情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心怀不平，我们还是会生气、愤怒。有没有生气过？你们会？我都会有，我自己都会有生气、愤怒。怎么是这样的？然后呢？我觉得我们也会去争取公平，我们不是那种什么逆来顺受那种。我觉得，我们应该说，哎，我就看到不对的事情，我们要不要讲出来？应该要讲出来。就是不公的事情，你要不要去跟对方说这是不公的事情，我就应该去做。我们人要尽我们的责任。很多时候我们说等候就好了，等候讲是没有错，但是在之前，我们人应该做我们本分。我们可以说去争取，我们应该有公平啊，要讲出来这是不对的，应该怎么做？然后我们要怎么样？也要说自我的保护，说不是说就直接的说你来害我吧，你来伤害我吧，是这样吗？基督徒不是啊，你也要自我保护，对不对？你明知道那个人会害你的。你明知道那个人是想要说怎么继续来伤害你的时候，你要自我保护啊！你要知道怎么去维护自己的安全啊，这应该要的。但除了这个之外呢？除了这之外，有些事情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能自己掌控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才进入到我们今年讲的。这里跟我们讲第3、第4、第5、第7的节跟我们讲什么？他就告诉你说，当你做了这些事情的时候，来到一个过程是你没有办法能够去做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学习依靠耶和华，凡事交托。你要怎么样？以神为乐，然后以及耐心等候耶和华的作为。告诉你，我自己本身有亲身经历过这样的过程。当你自己要去努力去争取那种公平的时候，你去澄清你那种的误会的时候，可是你所有都做完了，可是你觉得那个恶势力还是在那边要准备去伤害你的时候，你真的心里面感到无能为力的时候，你只有怎么做？向神祷告，向神祷告，然后凡事交托给神，然后呢，
耐心等候耶和华的作为。我告诉你，感谢神，真的，当恶人要在你身上做不好事情的时候，终有一天他会被揭开。我们就说他的恶行被其他人看见了，由别人来为你来伸张正义。所以为他的缘故，心善去善待别人不容易吗？爱自己所爱的人容易吗？容易。爱自己的仇敌容易吗？很难。对，很难。我也在学习，我也在学习。教我们的不说，透过经文教我们怎么学习去爱我们不爱的人。哦。OK， 当然后面还有一些我需要多讲的，但是我是先讲到这里，好，对吧？我们说不要以恶报恶，有原因在，为什么？因为什么？我们来看一下，来，我们不要以恶报，是因为什么？来，诗篇37篇17、23、24，耶和华会什么？1、2、3。耶和华会扶持、看顾和保守义人。我们要相信说，无论怎么样，你面对到怎么样的困难、怎么样的一个险恶的地方里面的时候，耶和华会怎么样？扶持、看顾和保守义人。不用担心，耶和华一定会扶持、看顾跟保守你的，只要你是他所爱的人，不用担心。正如门徒他在这个海上的时候，对不对？遇到了狂风暴雨的时候，他们很害怕会翻船嘛。可是耶稣说：“我在这里了，你怕什么呢？”所以，当我们有自信，就是说，就算我们遇到很严峻的、很危险的环境的时候，我们还是有信心，相信说，耶和华会扶持、看顾、保守义人。第二个什么呢？来，他不会什么？他不会叫你撇弃不顾的。你不要说哇，现在全世界只有你一个人在面对这样一个困难，你一个人在行走这样的一个艰辛的道路。有一句话不是很有名吗？撒旦的脚印。为什么撒旦的脚印只有一双的脚印？你说上帝，你跟我同行的时候，为什么不是2双的脚印？为什么？他把我们背起来。对，因为神帮助你走，那个脚印不是你的，是神的。所以告诉就是说，当你真正面对到很多人的，当恶人在害你的时候，陷害你的时候，你要放心，就是说，耶和华不会将义人撇弃不顾。第3是什么？1、2、3。耶和华会帮助解救脱离恶人，因我们投靠他。不用担心，我们投靠他的人，他必定会保护我们脱离这个恶人对我们的陷害跟那个伤害。阿们。好，这样问一个就一个问题。好，你我就是义人还是恶人？罪人。很好，第3个选项，以后我的讲道里面说，不包括罪人，应该写后面不包括罪人啊。非常提醒，你是义人还是恶人？都有，是不是？有时我们就是当恶人，对不对？有没有？有时我们去做像义人，不管在家庭也好，在你的公司里面也好，在你的事业也好，在你的生活上也好，在教会也好，你是恶人还是义人？这样我们去思考，你不用举手回答我，你是恶人还是义人，对不对？我想我们大家自己知道我们自己内心的世界是怎么样。所以今天经文告诉我们说，让我们去思考一个重要的问题：我是义人还是恶人 ？OK， 好。然后我们学到什么东西呢？从这个里面就是说，我还是相信这个的。我不晓得你能不能相信这个，我还是相信这个，就是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若是未报，时辰未到。我觉得从我的人生的经历里面历练里面，我是看到很多事情的发生，它的结局都是这样哦。当然，可能你觉得你还没有这么多经历，因为你没有遇过恶人哦。但是我是鼓励，就是说，如果将来
10年、20年，你遇到那事情的时候，你要记得4篇、30篇，你拿回来读，现在都对你有所帮助。那最后呢是什么呢？来到我们信仰的更深层的一个教导是什么呢？我们要来1、2、3，请读1、2、3。学习依靠等候主，因他不会将一人撇弃不顾，反而会帮助解救脱离恶人，伸张正义，得到应有的公平和祝福。所以弟兄姐妹，当你真的是在以后，你可能是面对到很严峻的这个恶人的对付你的时候，伤害你的时候，你觉得你已经做了，你靠你的能力，通过法律，通过你自己个人的那个能力去做，你心里面就说，哎，不行，我还是要面对那种的恶人，他明明是准备的怎么去伤害你的时候，你要学习对神有个信心的依靠，告诉你自己说，好，我们要专心依靠跟等候主。我们将凡事交托给他，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会将义人撇弃不顾，然后呢，他也会帮助我们解救脱离恶人，为我们来伸张正义，然后呢，得到义人的公平和祝福。那我们今天从这个诗篇上去，让我们学习到这样的一个教导，提醒我们自己，究竟我们是恶人还是义人？那是帮助我们能够慢慢的转向成为一个义人，不是我们现在是恶人，就让我们能够学习慢慢成为有义人的人的样式。然后呢，让我们有个心里有一个对一些人生观，就觉得哎，我们能够看透人世间的恩恩怨怨、因果循环的事情。第三，我们在信仰上对神有信心，学习怎么依靠他，交托给他，因为神会看顾保守我们，他绝不会撇弃我们的顾。让我们先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的感谢赞美你，透过圣灵的话语的教导，使我们在我们的人生的生活里面，我们心里面会感到有平安、有喜乐，因为圣灵的话语不断的来去给我们信心，不断去帮助我们、扶持我们、安慰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生活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遇到很多的事情。我们身边可能也有许多心怀不轨的人，或者是被视为是恶人的，来去很嚣张的，可能要去伤害我们，来去陷害我们。但是我们心里面不会感到害怕，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除了靠自己的能力怎么去争取我们要有的公平正义的时候，跟自我保护的时候，我们还有神与我们同在。因为我们依靠你，我们凡事交托给你，你会保护我们，你会眷顾我们，你会看顾我们，甚至为我们来伸张正义，因为你是要伟大的真神，你会将应有的公平跟祝福给我们。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就继续帮助我们，说每个人能够在这个世上能够按照你的教导，活出义人应该有的样式，让我们能够将我们这个祝福能够带给我们身边的人。让我们能够在面对到很多挑战、很多那种危险的时候，我们有信心靠着你的话语来去行走地上的道路。感谢神的恩典，如此祷告，奉我们主耶稣宝贝名求的，阿门。